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高铁，聊一聊买票。现在已经进入了繁忙的春运阶段，广大的在外漂泊、打工、务工或者是做事业，这些人呢都要回到家乡，要团圆，要过年。很多人要通过高铁，通过铁路系统要出行回家。大家因为很多人放假都集中在年前的几天，所以年前的几天买票就非常难，尤其是26、27、28，因为今年没有农历大年30，今年只有大年29，也就是1月28号。所以说26、27、28这几天的票比较难订，有很多公司都是这个时候在放假。由于高铁票比较难订，所以各种订票平台就出现了一种叫加价抢票的这么一个服务，它号称你加钱你就可以抢到票。说实话，这个功能我以前用过，应该有4、5年前了，或者是5、6年前。我订高铁票订不到的时候，我也通过什么平台，它上面会出来一个功能，加30块钱抢票，这叫什么加速，我还有点印象。但是觉得加速那就加速，后来我就加了30，果然你就能买到那天的票。我用过几次，印象比较深刻。那么今天这个铁路12306科创中心的人，他接受央视记者采访，他说这些抢票软件什么吹嘘的加速包，实际上就是个噱头，没有任何作用。也许是最近很多人在网上吐槽买不到高铁票，然后被迫花80、90，有的花100块跑到那些什么订票的平台上购买加速包、加速服务等等。这个铁路12306他不想背这个黑锅，所以他最近一直在辟谣。我记得在前几天铁路部门就已经出来辟谣，说这个加速包没有用。那今天12306他又接受央视记者采访，再一次辟谣，并且他通过现场实测得出结论，说实际上旅客加钱和没加钱最后的速度都是一样的，并且说铁路12306系统有一套风险防控策略，说在登录环节识别为异常请求将直接被拒绝。这个澎湃新闻呢，1月21号通过在携程旅行、同程旅行、美团、去哪儿网、飞猪 APP、韩旅纵横、智行 APP、高铁管家等8家平台实测，在购买1月24日22时上海始发开往郑州的 K152次列车时发现，这些平台目前均提供抢票服务，每人次需支付15元至87元不等的费用，用于购买加速抢票服务，提升成功率。除同程旅行暂时优惠减免外，其他平台都需要实付费用，其中美团 VIP 抢票费用为每人次70元，高铁管家每人次抢票费用可叠加到87元。大家看视频，在携程的页面呢是可以登录12306账号的，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登录吧。登录成功了。好，下面有个高速抢票，高速抢票的话就需要交30块钱，低速抢票的话只需要登录12306。携程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。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1月21号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抢票软件吹嘘的加速包是一个忽悠旅客的噱头，实际上旅客加钱和没加钱最后的速度是一样的。同时，抢票软件宣传所谓的成功率没有任何依据。航旅纵横 APP 抢票有3个选择：花36元享受24小时专人代抢，花20元全能抢票。这2种花钱的服务可以免登12306。第3种则是需要登录12306账号，免费提交12306候补申请。智行 APP 提示可以候补抢票，点开后即可发现抢票按钮，分全能抢票和普通抢票2种。全能抢票需要花费30元每人，提供的服务包括全天专人抢、高速抢票、线上加线下代售点等。普通抢票不需要花钱。选择乘客时，智行 APP 需要登录12306账号，并激活铁路畅行会员。登录12306账号后，返回智行 APP 可发现抢票成功率被提示为51%。选择高速抢票后提示，花费50元可获得 VIP 抢票，抢票成功率可达到83%。
去哪儿网也提供抢票服务，其中包括花35元抢不到硬座升硬卧，花29元全能抢票，专人帮抢，抢不到赔35元。普通抢票免费提交12306候补，以及113.5元 Plus 会员尊享48元 VIP 抢票6次等服务。进入抢票界面后，显示当前出行成功率为 75.5%。增选29元的全能抢票后，成功率提升为 77.1%。当选择 Plus 会员后，出行成功率变为较高。同样，去哪儿网也需要登录12306账号。进入飞猪抢票界面，可看到界面一共有4个抢票服务，其中平台推荐的是花25元全能抢票，它有40个抢票助力包、24小时专人帮抢等4项权益。另外是花15元专人抢票以及60元加速抢票。登录12306账号免费双通道抢票则免费。选择60元的光速抢票服务后，平台预估成功率显示很高。在同城旅行抢票，需要先登录12306账号，填写完抢票订单后，在选择下一步时会提示免费光速抢，并称平台已保障 41.2% 用户出行。选择光速抢票后，抢票成功率提升到 95%。在订单明细中可看到，光速抢票服务原价50，属增值服务，现在全员限时免费无限次使用。高铁管家在常规只抢白天、候补排队等票的抢票模式下，高铁管家显示成功率预估为 35.5%， 但该平台提供了可叠加收取费用的抢票服务，其一是收费20元每人的专人抢票和30元每人打折价28元的多名专人抢票，其二则为可叠加的加速卡，分低、中、快、急、闪电、光速。除低速不要减外，其他需要支付10元、20元、30元、40元和50元，也可选择另一种59的光速卡，两个选择叠加最高需支付87元服务费。抢票成功率显示，它的最高预估成功率为 73.5%。美团火车票抢票需要登录12306账号后购买，其立即抢票页面显示，抢票的初始成功率为 30%， 但是在支付一定费用后，它的成功率也相对有所提升。澎湃新闻注意到，美团的付费阶梯是最多的，且最高价格达到70元。它的整个阶梯分布为低速免费、快速10元每人，高速20元每人，极速40元每人，光速50元每人， VIP 70元每人。低速的成功率为 30%， 快速 43.96%， 高速 50.94%， 极速为 54.43%， 光速为 56.52%， VIP 的成功率为 57.92%。相当于付费项目每花10至20块钱，成功率仅提升几个百分点。对于这些平台付费抢票行为，四川梁宋律师事务所主任蒲杰认为，按12306官方的说法，其他平台提供的抢票服务本身虚构了能够抢票的事实，在明知加钱与不加钱速度都一样的情况下还收费抢票，这已经构成民事上的欺诈。花了钱了之后又不存在加速又抢不到票，那是肯定构成民事欺诈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编造事实，然后以骗取他人财产为目的，他这个就是捏造了一个可以加速的这个事实。重庆中西律师事务所主任则表示，这些提供抢票服务的平台肯定是存在虚假宣传，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的确也能抢到票，相当于提供了服务。但是这些平台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能不能见光，这是潜在的法律风险问题。因为他们抢票需要高频率访问12306网站，一旦使用了违法的技术手段，那么平台可能会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刑事犯罪。不是虚假宣传肯定是有，就是它这技术能不能见得光，它这技术是基于啥，是这东西如果能见光，它就没有大事；如果这东西不能见光，那它就坏了。破坏计算机系统嘛，你导致这个计算机系统大范围崩溃啊，不能使用啊，怎么样的？这都是你们造成的。
我想大家看完视频也就清楚了。我想起来了啊，我以前用的 APP 就是高铁管家，后来我就把高铁管家卸载了，我直接下载了个12306。我记得以前高铁管家里面是有什么加速包，30块钱，它有什么优惠活动，有的时候是10几块，就实际支付。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？因为这一次啊，我要买很多高铁票，从北京到安庆，从安庆到北京，不同时间段的。因为我买票的时候啊，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个新闻，这个高铁部门说所谓的抢票软件都是没有用的，都是骗人的，所以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就想试一试。我订了2张26号从北京到安庆的高铁票，但是啊没有票，因为到安庆的车次比较少，没有票我也能理解，所以啊我就订北京到南京的票。26号北京到南京的车非常多，票相对好买。完了之后我再买南京到安庆的高铁票，因为南京到安庆距离不是很远，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开车去，所以作为一个保底方案，我就买了北京到南京的高铁票。南京到安庆没票，因为我不是看了新闻吗？说铁路部门已经澄清了，说这个抢票软件、加速软件都是假的，所以我就没有用，我就直接在12306上订票。完了之后，我再订的是26号从南京到安庆的候补车票2张，但是它可以让你候补好像5、6个车次，同一时间这一趟补不上，可以补下一趟，所以我补了3个车次的。确实那个时间段从南京到安庆票非常难抢，后来我又订了从安庆回北京的票，订了3张。大年初3有票，但是那个时间不太好，太早了。我想订初5的，初5没有票，越往后那票越少，越难抢，因为大家都要收假了。所以我先订了3张初3的票，我就开始抢初5的票，3张都是在12306上，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加速包，什么付什么钱。结果没过24小时，我初5到北京的票他就抢成功了，候补3张都成功。再过2天，我从安庆到南京的，从南京到安庆的票，他也通知我候补成功。年前年后我候补的票没有加钱，都成功了。所以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历，也说明铁路部门所说的你这个抢票软件恐怕没有用，你就直接在12306上抢，候补是一样的，效果一样，不用加钱。当然了，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，我不是给高铁部门啊来洗地的，不是来给他说好话的，我还是想聊一聊高铁的根本问题。因为大家知道1年1度的春运本来比较繁忙，也很正常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个信息化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，大数据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的一举一动恐怕这个信息在有关部门都是了如指掌。换种说法，就是在春运期间人流的流动，谁要去什么地方，大概什么时间去，通过这几年，不要说远，你就通过这5年的数据，基本上把每个人都已经掌握了。你大概每年的这个时候就要从北京到安庆，现在人工智能、什么算力、算法、大数据相配合，也就是说铁路部门完全可以精准的掌握它的客流量，它每天大概有多少人到什么地方，从哪儿到哪儿，这个我想不难。当然了，你要说做到100%准确，那当然很难，但是要做到90%的人很满意，这完全可以做到。根据这个人流再做动态调整，我完全可以推测出27号恐怕那一天人是最多的，票是最难买的，那么是不是27号就要往什么方向再加开临时列车，或者是临时的其他的运力，这样确保每个人一订票就能订上。现在的混乱呢，为什么每个人感觉买票很难？为什么咱们反过来说，为什么这些平台它能加70、80的抢票？是因为大家买不到票，大家买票难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才通过这平台去抢票，他以为抢票管用，说白了还是需求得不到满足。为什么需求得不到满足？明明你是可以通过这个算法，你可以跟运力相匹配，但是为什么就让人感觉到他买不到票？这里面有几个原因，一个就是他没有做好预期引导。什么叫预期引导？比如说我27号放假，我在国企上班又不能请假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27号订票，最迟28号。那有的人虽然是27号放假，但是他26号也能走。像这种情况下，铁路部门他有这个必要，根据他的运力，根据当时订票情况，要及时发布这些车票的车次的信息，让大家妥善做好准备。你能提前走的就26号走，或者25号走，实在走不了的27号走。削峰填谷，这个铁路部门应该能做到，更加精细化。因为很多人订票他都留下手机号码，你随时可以告诉他这个动态。尤其对那些没买到票的，他订这个票没订上，那马上就可以通知他买什么时候的票，或者什么时候从北京到安庆座位比较多。这是一个叫精细化管理，他没做到，没有做到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大家乱订。什么叫乱订？我先抢一张再说。实际上他也知道很多人做了2个方案，最佳
佳方案是27号的票是最佳方案，但是有的人他也觉得我27号走不了，买不到票，不没票吗？所以他就乱抢，前面哪一天有票他就抢一张再说。实际上他抢的那张票大概率他要退票的，结果他因为把前面的票一抢，给人造成误解，因为前面也没票了，票卖完了吗？为什么后面还有候补能成功的呢？不就是因为好多人乱订，订完之后他又取消，他取消了你候补才成功，所以这种混乱实际上就是管理不善导致的，对乘客的预期没有做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铁路部门要花大力气去做的，而且结合大数据，结合人工智能，这个不难实现。正因为大家慌，大家找不到，认为买不到票，所以才会容易被这个平台骗你了10几块钱、20块钱，甚至100块。咱们中国人1年1度的大迁徙，每年年底春节前是从长三角、珠三角、北京往全国各地发散，春节结束又从全国各地往珠三角、长三角、北京集中，人流流动大概就是这样，已经运行了几十年了，这个数据早就有了样本，所以请一些靠谱的公司，比如阿里找个团队，或者腾讯找个团队，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、进行加工、挖掘，再辅以这种预期管理、这种及时通知，完全可以做到大家可以买到自己合适的票。正因为这管理比较混乱，所以导致有很多人一上车之后发现这车上其实人不多，那怎么会大家买不到票呢？实际上就是无效购票的太多，一个人他把25号票买了，24号也买了，26号也买了，他抢到了，实际上他只要一张票，那最佳那个时间应该27号，你看因为大家都这么买，最后导致是不是票无效的特别多，最后退票改票非常多。本来春运人就多，再加上大家都这么无效购票、重复购票，确实也造成这种挤兑，对铁路管理部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有一说一，现在的高铁当然还普通铁路票比10几年前已经好买多了，这里面既有运力的提升，也有这种客流量的减少，这恐怕几方面原因叠加导致。毕竟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农民工本来就少了，各个地方工地都不开工，农民工少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经济不太好，很多做小生意的一看赚不到钱，都提前回家了，开饭店的，对吧？只要那些自由职业者，他自己能掌控自己的，还有很多打工的、打零工的，提前回家，也就是他不跟你凑春运的热闹，对吧？所以导致你春运期间客流量恐怕比以前要小。当然，这高铁的还有普通铁路运力的提升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所以现在说实话，买票比10几年前已经方便了太多，但是还不够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种需求，你还得满足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个人认为，虽然说这个12306还有高铁部门出来多次辟谣，说这个平台抢票这是无效的，但是很难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瞎有瞎路，憋有憋道，你不知道这些平台跟高铁部门哪个地方勾着的。即便这些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抢票是噱头，但是那些混迹在各个车站的那些黄牛，难道他们也是噱头吗？对吧？你找黄牛买票加钱就能买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每年到春运的时候，铁路部门、警方就要打掉好多黄牛团伙，这些黄牛团伙到底跟谁勾结？旅客去买票买不到，但是这些黄牛一买就能买到，你给他加钱，这个不就是有人有内鬼吗？这不就是内外勾结吗？第三一个，咱们也不光说铁路部门，铁路部门他要承担他的责任，那这个什么去哪儿网、美团这些号称加钱抢票的、有加速包的这些平台，既然铁路的主管部门、铁路的权威部门12306说了，你这个加速包没有用，就是噱头，对吧？你收人80，收人50，那么工商管理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时候应该出来走2步，人家权威部门认定这是无效的，你这个加速包就是骗钱，那你监管部门，对吧？市监局你就该管这个平台啊，他们是欺诈消费者啊，主管部门说这无效，那不就是欺诈吗？那得罚他们。所以你看啊，这就叫脱节。什么叫脱节？人家央视这个12306都站出来说，这些平台这所谓的加速包收到几十是噱头，是假的，那这就构成了消费欺诈。既然是消费欺诈，这归哪个部门管？应该马上跟上，就要罚他们。每个平台罚了几百万、3000万的，你看他还敢欺诈吗？所以说，市监部门出手对这8个平台进行处罚，那这个事情才能画个句号，否则的它就是个烂尾工程。你看看，各管一摊，高铁我管我高铁的，我管不着这些平台。市监部门说，我也没接到投诉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卖票的事情跟我没关系。所以这个也显示管理的混乱了。对这8个平台有关的市场监管部门、职能部门，你比如说消费者协会等等，都应该上去过问。你人家已经高铁部门已经说了，你这个抢票是假的，你这就构成了欺诈。我们引以为傲的、让人自豪的咱们的高铁系统，咱们高铁修了几十万公里，世界第一。第二，想追上我们，那恐怕都没可能了。我们在硬件这块投了大量的钱、大量的投入，结果软件这一块、服务这块，你
跟不上，那还不是拖了后腿吗？让我们这个引以为傲的工程蒙羞。也就是说，你花了大量的钱，你修了，你管不好有什么用？跑得挺快，但是韭菜买不到票，是不是这个好感度就差多了？而这个才是叫软实力，你软实力提升更显功夫。所以说这个12306，你如果仅仅站出来说这些抢票的是假，这加速包不管用，你光只是这个没有用，你得切实的让这一丑恶现象杜绝。怎么让这丑恶现象断绝？那就得要铁路管理部门要真抓实干，要把自己的软实力提升上去。这个软实力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。我们的大数据，我们的人工智能，对吧？应该用在这种国计民生上面，用在提高改善韭菜出行体验这一块。但是恰恰咱们把大量的资源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用在了别的地方，比如管控，比如审查，这些东西不能产生效益，它只能前置思想。花钱没有花在刀刃上，花钱没有取得好的效果，那不是瞎花钱吗？浪费资源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